一首再见的时阵，传达对母亲的思念。台南第2公假结合经省保护会、台南分会等单位举办母亲节恳亲活动，有150组收容人甲亲人参与。同时由收容人组成的阳光男子合唱团带来精彩演出。用历史外汇蕊带动现场气氛，团员以歌声表达对厝内人的牵挂甲祝福，让在场的家属相当欢喜。经省保护会台南分会主委经致敬每一位收容人一份关怀包，让厝内人伫团圆的时阵会当共享温馨时光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